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情，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无不知其名，想名曰道。新晋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实际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
1.01分 tilde 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2个字和上帝2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鹰之谓丧尸，可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2个讲解，和真神2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10戒，3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3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4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义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黄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黄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义电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3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3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积极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2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3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4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万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2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有恒性。2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遍一切处。贪经一问挺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3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悉了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古典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载。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意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者着火于加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葫芦玄牝众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木、两木米木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或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令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逆复于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7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1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权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诫，第7诫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素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素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务有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听。庄子曰：古子之问也，故不其直。正或之问于天是律矣也。每下狱况，汝为莫必，无乎逃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弘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北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3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诫，1诫亦当乎天位分混沌，未看妙明无人或空一环，96一玄佛子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天兄弟千姐妹生来拜。
伴随母来，随母去母于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地性而因空，外法万类根源，自从那教此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婚前，外发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意是完全清气，升为天坛不至今斗浊气，降临为地五百山川，至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况及婚前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九其奥妙，是神仙亦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苦方舍我有六子七将，凡仙侣次的差员国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奏下解救三山多红最乐菩萨国南设一个大天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天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夫患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练，如若是天一邪教与尔等尔，那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盘地冷饿了吃中国子，可引清泉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大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丧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现教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不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共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不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下是温补，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
或弹琴消遣。礼天之静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熊香玉蜜，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熊香玉蜜，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周济东海有山，名五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蟠母。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地仙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壳，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国，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静，然而遂空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妖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西国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西国治世。三国收元，西国治世，南方是爱国6000年，北方生玉国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国3720年，西方有长庚国7080年，即10800年。陈会西北方空谷国5284年，东南方龙野国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即燕国5800年，伏羲是代理国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国收元，然登古国青阳旗，长天盘。莲子会释迦文国红阳旗，长天盘。灵山会弥勒古国白阳旗，长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始成就，又在子丑会满地始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至是元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戌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坛，故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何叹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看。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
日月别相交替，阴阳因而育生万物体类。此即是天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凤凰及春田，此即是天天妙体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性，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义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能生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天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备，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天，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父方舍后有6子7样凡天，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后会聘礼，因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向皇母之有6元胎国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开元国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置番，于是老母娘每次开遣元国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也，就3山多红碎了菩萨国，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铁酒，在3山多红碎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国子，设一个大天池期来洗澡，趁机会天机邪收为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天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天机天邪都收为礼。天众国子就醒来，不辨母面，又不辨天一邪可在哪边。众国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辨天一天邪。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尔众等主东奔，莫要再念老母娘，因为要与众人开国自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国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理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天一邪教与或尔圣尔那个亦不肯再是云凡老母娘，若把天一天邪教给原胎国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残地冷饿了吃冬果子，所以清泉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公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果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果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娘答：3期末大开普渡，清烧书清寂，请清度国元。老母娘回答说：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人开国子，告一回家之路。将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国子众生。众儿女既有一悲声大放为母，我也和同不语。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人开国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国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人国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国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一人间，从此皇母之源开国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便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国子受尽熬鞭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国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常理白骨空虚，名利无煎熬，安的咸鱼。至今时需只算6万年，载美想而暂是苦母心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须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迎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国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夏运引至为母，降道差3国半没，后普渡收元，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国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国万里末后一着的普渡收元。3国燃灯普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故一人修道任止，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任天不能言，地不能喻，人能同道，非道同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明举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气度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123384999.334164764483045. 是谁？当然是自己啊！所以说成全别人是成全自己。我们参拜的过程当中呢，成就的第一也是自己，那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能够得到，又能够来修办到，自空前最后的机会，那我们能够保持得到，你看我们是能够可以建功立德。我们师父讲，我们一天如果用2个小时去办到，师父保证我们能够成道。那当然2个小时不是都是在道场，而是说有的时候道场当然没有办法，没有师父，那我们在家用3C，能够去跟我们的同修大德来做鼓励，那个都是算1天2个小时在内。所以说呢，我们师父就跟我们做一个鼓励，也有一个保证，只要大家能够1天用2个小时参拜在道场鼓励同修大德，其实都能够成就的。因为我们的时间点到11点，或许也不再拖大家的时间。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简讲师呢，慈悲将我们今天的主题能够剖析的淋漓尽致。那当然，后来呢，就是我们要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要不然呢，就辜负他今天的人生一种用心的。所以或许在这里感谢简讲师，也期待我们同修大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实践在我们的自身。或许最后祝大家除了健康还是健康、平安、感恩。感谢点传师慈悲行道主公，问道地主公，再次掌声感谢点传师。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是闭班。心意一合，7月份爱常集会班线上课程班月程，下午及老母行30公里，请到地主公，在主公。3主公，感谢点传师慈悲主公。
到地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膝架前的一鞠躬，胸架底前的一鞠躬，胸架底头是一鞠躬，蹲到地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膝架前的一鞠躬，胸架底前的一鞠躬，胸下底头是一鞠躬。感恩啊！哦，大家午安。
他们的经啊，几部为公，天之大，损有余而无不足，就是道一定它是求一个和谐，求一个平等的。那么，所以的有业法则，因化那个法则就简单之不为，或许刚刚之不为嘛是了解的哈。鸟随凤飞鸣远扬，人伴圣贤品自高。这句话念过去就好。所以天的有业法则，那么有这4个法则，我来数一来了解哈。第一，序位法则不可僭越，僭越为什么是逾越？咱瞧我这个不同啊。所以为官不廉，为父不尊，为母不礼，为子不孝，都是僭越这个序位。还有平衡法则不可打破，越想得到的就会失去。正好你一个用手机啊，有影手机互咱一个利便嘛吼，但是或许嘛感觉讲目睭嘛差足济呢，或许目睭即摆吼，可能才是老化，是嘛唔知啦，差足济应该是目睭不要的关系，因为较早或许做工上班拍电脑，规工面对电脑嘛，感觉目睭无遐尼歹哦，嘛唔知是年龄的关系，还是最近拢咧眼睛不要咧看，感觉我最近目睭真正差足济，变足歹的吼。手机当然互咱的人甲人足济变，但是咱点一个人，点一个人情味，人讲人甲人之间有一种情啊，虽然
有诈骗集团在卡，在调啊，在调啊。啊，为什么诈骗集团家里要猖獗？因为有贪啦。啊，候选人贪，拢骗候选人。经常接到说他们又用恐吓的候选就受不了了哦，所以还是配调哦，因为咱手机会当拉黑名单哦。啊，中华电信不行啊，哦，你只有来电显示，啊，你都有来电显示哦，啊，拢02的哦，啊，有哪些是手机类似手机核备，啊，拢有核备啊，啊，候选都想说，啊，在这里来几天卡加吗？啊，诈骗集团，所以衡量之下，中华电信的室内电话候选就退掉哦，所以人不能有贪婪，有贪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有人会骗。好，那么有这3张图片，各位姐姐可以看一下这3张图片有什么共同点吗？或许节选或动物、植物，玫瑰花是植物，蜗牛是动物，啊，水是水。圆啊！姐姐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关联吗？圆。也有听到声音哎，姐姐。圆。啊？呀，圆。哦，对，是安尼。有姐姐说，或者安尼，对，这个是圆嘛哈，所以我们先看圆片好了。那圆孔的情形先帮我们打第一个片。看一下，你可以看银河系，它其实也是一个圆哦。圆。没有声音哦，片。有啊。
于是，在天文学上，科学家们将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一圈所需的时间称为一个银河年，也就是2.51个地球年之久。这意味着，太阳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已经不停绕行银河系中心近20圈。这也不难想象，我们的银河系有多么庞大。太阳系我们都知道，很渺小的，太渺小了，在整个宇宙来说，已经看不到地球，连地球都看不到哦。那我们在地球上的这个人，更是比灰尘还更小。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刚刚有情形发现讲，有一个安尼螺旋，对不对？咱人头壳顶嘛是呢，咱讲真嘛是螺旋呢。我们的 DNA 也是螺旋状呢。大自然很多蕨菜也是螺旋，仔细看看大自然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是道的作用在跟我们讲什么？咱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中心点，有一个中心点，言有中事。言有中，事有据。咱万事万物拢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就是道。所以，我们真理是我们的老师后从这边，我们可以从我们现在所写的这个相，所写的相是什么？无常、假我、短暂。这是道伫咱即摆，互咱显露的相。咱无法度去窥探到，但是咱用咱遮咱所即个三维世界，咱三维空间所显的相，咱来去推出道的一个样貌出来。所以道的真理就是它是一个真常、真我、永恒的。今天我们同时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永恒的，也有一个短暂的，有一个真我的，也有假我的，对不对？所以人也是一个宇宙，从我们人小小的一个肉体，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身上去推出道。所以真理是我们的老师。那么圣贤经典的圣训也是我们的老师哦。济公活佛的词语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个很好，老师跟我们讲的哈。研读圣贤的经论，目的是为了涵养品格，让生命不会走向分离与分歧，让圣贤的话语帮助我懂得富集人生，懂得活出最珍贵的自己。所以研读经论要从自行与实践下功夫。经典圣训也是我们的老师，但是经典圣训不可以随便乱丢哦，因为经典圣训就是先佛他们所留下来的话，而且嘛是先父拢有保护掉的哦。咱的佛典传师刚刚也有慈悲，我们要去走，要去做，所以咱读经典，咱读圣训，嘛是爱自省甲实对者，不是读的，知影道理，无去做，无去行，安尼读遐道理嘛不是很好。咱做要，咱嘛是爱去煮饭的，若想讲饱饭啊，咱道理也是，咱道理有咧听，咱嘴有咧看，咱嘛是来去行去做，甲会体内面这个道理准备。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三人是多人的意思，三人是众嘛所以做侪人当今
有的人，也是所有的代志，拢有达到咱学习的对象。我们应该勇于向人请益，取长补短。看到好的，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伊的缺点，咱有下面犯同款的无？如果有，咱就大家改进，安尼。所以处处都是我们的老师哦，顺境是我们的老师，逆境也是我们的老师。在《道德经》，老子说：“善人不善人之师。”这句话的意思说，要我们见贤思齐，不善人善人之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反省自己。一寡方面的教材，起码是老师呢。比如讲，前一阵啊看到一条新闻，是一条红单的争议。一个高速公路，咱高速公路上面啥拢每高雄来，可能足常咧开高速公路吼。开高速公路，下交流道只有右边啊，不可能有左边的交流道，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人是收着红单，就是他下交流道没有打方向灯，就收到一张红单，然后他去申诉说。交流道就只有右边，我打什么方向灯？又不可能有往左。结果呢，监理站说你这张还是要罚，为什么？因为地面上只要有箭头的，都要打方向灯。这后续嘛，不然很灾呢。这个反面教材，因为他收到违规，就是反面教材嘛他收到违规，但是我们就从他违规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连下交流道虽然没有往左边，只有右边，可是地上有箭头，我们就要打方向灯，不然后面如果有人检举就去用换，那无人检举无代志，有人检举哇，新台币都飞了所以反面教材嘛是咱的老师啊。伫咧中国代表有一个国中。因拢讲初中，咱教讲国中有一个学生，他是单亲家庭，对妈妈失望。